另外一个上新的消息，要来关心咱中央研究院研发上新的检查武汉肺炎的这个试剂，本来的检查结果要4点钟才会出来，今嘛变做15分钟就会当知影。来听中央研究院院长上新的讲法。我们是分析到一个对这个新冠病毒非常有专一性的一个抗体，那后续还要跟这个真正病人的检体做个验证，才能够真正用。那这个检体的这个抗体开发的过程，也是靠我们全部中研院团队一起共同努力。那接下来那个量产到大规模的临床，是大家比较关心的，是什么时候？还要经过航厂把关吗？最主要就是要跟这个卫福部厂商跟这所有的学员单位一起来合作，赶快验证在实际病人的检体，然后克服一些这个量产上的困难。有没有预计要花多少时间？这个非常难讲，但是我们希望说越快越好。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合作，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把它应用在深圳的临床上面。中国大陆说这个是中研院的研究成果，是中国大陆研究成果。完全不是这回事，当然跟那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完全是我们自己开发出来的。这次合成的团队有多少人？然后大家是辛苦了多久？我想这个团队至少有这个20多个吧。除了杨安衰团队之外，还有其他中研院其他各团队也都互相帮忙，所以人也很难算到底有多少人，但是我们大家都一起合作。所以我们这个研究跟过去那种血液采检不一样吗？是采咽喉采检吗？对不起，什么？是咽喉采检吗？这个快筛？对，这是从咽喉里面的检体来采选，对，就跟这个流感采检一样，这不是用这个血液方面的。好了，我们大家要进去了。排除跟其他类似冠状病毒产生交叉反应。对，因为冠状病毒除了会引起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肺炎之外，还有很多会引起一些一般人常见的感冒，所以我们要花很多力气来把这个跟感冒病毒的交叉反应能够排除。